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设计中岛即将开放登岛，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地到设计东岛8号码头来探班，不但送上高雄在地的点心，更与策展团队共同登上货柜顶端，拍摄空拍宣传影片，邀请大家一起前进设计中岛。 众所瞩目的台湾设计展即将在高雄开展，其中以22指货柜摆正成员的台湾设计台湾22组台湾设计力策展团队进场布置中，市长陈其迈特别带着盐城在地点心和饮品到蓬莱商港区8号码头探班，亲自为策展团队加油打气，同时也入境拍摄宣传片。设计落地成印。 站上白色货柜，摆出帅气的姿势。市长陈其迈、副市长史哲以及策展团队共同为宣传片注入能量，并且邀约大家届时一起前进中岛，感受临港的壮阔、设计的美好，以及高雄的热情与魅力。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念成设计中岛，也意味着说，城市的转型应该我们要从实体转向这个虚拟从这个原来的这种货物转向成软体概念的一个输出，所以高雄港会跟过去不一样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亚湾2.0，都希望说能够它成为一个台湾的 IT、台湾的创意的一个输出港。港边是新的流行文化以及想象力的交汇处，这也是台湾设计展选址中岛区的意义，让台湾最顶尖的设计以及艺术团队汇聚在高雄港边，一次带来22指货柜的创意构想，成为带动台湾设计前进的最大能量。9月30号上午11点正式开展，也欢迎民众前往设计中岛体验各种透过设计带来的美好与惊喜。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市经发局今年2月动工优化已经有70年以上历史的盐城第一公有市场软硬体设施，历经半年多的工期，终于完工。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期待这一次改造能够为老市场注入新生命，恢复往日的荣景。 市长陈其迈来到将软硬体设施优化后，展现出全新风貌的盐城第一公有市场。除了品尝小吃，也与摊商开心合影。对于这次的老市场大改造，陈其迈抱有相当大的期待。这是咱一个新菜市仔的运动的起点，利用咱旧的市场，来做一个新的一个。 力量的导入，让咱整个的菜市仔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历史的感情，有大家共同的记忆，嘛有新的文化，会当互咱的菜市仔会当恢复过去的繁荣。 有70年历史的盐城第一公有市场是许多在地人的共同回忆。这次市府除了大动作改善市场环境，也引进了11个青年摊商，为老市场注入新活力。我嘛希望说，我们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就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是一个我们高雄市场文化的新起点。所以我要感谢很多，包括浩建筑师事务所，还有陈启仁教授，还有很多。 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共同的投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让我们这一座城市能够更精彩，能够更温暖，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个投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他所做的料理，其实结合当下时代大家所喜欢的口味啦，所以我们期待这样的市场可以让盐城可以当做一个新的亮点。那第二个部分，那这个市场它就是在位于整个盐城的一个很重要的大沟顶的中间点。那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讲的，希望可以有一个涟漪的效应。我们在这边施了一点力量之后，然后有些边际效应可以慢慢的发酵，然后。 充满特色的山形木构屋顶，让老市场有了不同于其他市场的新亮点。而在屋顶上开天窗的设计，更让自然光能更多的照进市场的每个角落，大幅改善了过去的昏暗情况。后来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市长所看到的这个山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既有的木构造，
但后来我们也才发现，把山形旁边打开，既有的这个白色的木构造打开之后呢，会重回原现我们当时的这个有点偏日式的这个建筑。那可以看到，这整个打开来之后，从整体的这个环境面，以及呢整体的这个光环境，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感受。曾经没落的盐埕第一市场，在市府的大改造下，迎来新风貌，也为区域发展带来新转机。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非常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欢庆9月9号体育节，深受大小朋友欢迎的运动嘉年华在台南市体育园区热闹登场，现场涌入大批民众一起同乐。市长黄伟哲接同体育局长等明代贵宾到场开幕，与市民共同享受嘉年华欢乐氛围，鼓励大家多多运动，让生活更加精彩丰富。来到体育园区所举办的运动嘉年华，今年体育处升格体育局明显办得比之前规模更大，总共有12组精彩的运动展演，其中用结合舞蹈的体操来展现力与美，最吸引民众眼光。觉得很欢喜，享受这道舞蹈，还有我们这种动作享受的。会中加上多元种类的运动体验，要让大家用欢喜的心情，轻松地从事各种运动，也希望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18号活动正式登场，相当热闹。台南市运动嘉年华会正式启动 ，Go Go Go！ 今年要表示说我们规模更多，等一下有更多好朋友一起来，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通通都能够参与运动，热爱运动。咱多年来的体育处是今年成立了体育局，这是足地当来大家争取的，是因为咱的黄伟哲市长伊足挺咱体育人，所以讲咱这个咱体育界，咱这好朋友，咱是不是拢一定爱甲斗相挺，对不对？伊挺咱啦，伊挺咱经费哦，拢用了足济足上足。所以讲哦，咱的活动愈办愈好。每年99体育节都受到民众满心期待，因为有运动嘉年华的盛会，也让体育园区热闹滚滚。市长黄伟哲也和所有民众一样，利用假日来体验放松，一起同乐，也希望将运动融入生活当中，让大小朋友都玩得开心。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为了让市民朋友多元学习，台南市市民学院今年总共有80多堂不同类别的课程。民政局特别在善化文康娱乐中心举办市民学院成果展，不论是静态的展示或是动态课程，都相当的精彩。而市长黄伟哲专程出席活动，对于市民学院开办以及市民学习成果表示肯定。善化文康娱乐中心18日上午非常热闹。台上许多村里社区陆续接力表演，炒热成果展现场气氛。这次市民学院总共有8堂课，那这8堂课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最喜欢就是那个多肉植物。那多肉植物是很多人喜欢参加，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一些生活抒压。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了成果展，除了强调市府新建跟整修活动中心，让民众有休闲的地方以外，也肯定市民学院开办的用心。以及市民学习的丰富程度。社区活动中心也好，还是你活动中心也好，拢总是咱市民朋友真好的这个学习的所在。咱有总共有开80几班哦，总共开87班。这来上课总共有2500几个。我伫这甲大家报告，咱希望讲刷来，咱会当有更较侪班。有更多人来学习，有更多人来成长，有更多人来运动。市府民政局结合区里活动中心，开办111年市民学院。经过几个月的课程学习，特别办理的成果展，看到参与的村里社区摆出一件件的作品，包含手工包、手工艺品、纸黏土等，应有尽有。多精美的一个作品可以在生活上
可以在美学上都能够互相辉映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学院共同的努力，努力的学习，才有今天这么优美的一个成果。这一次那个手工精油皂李明参与的状况非常良好因为也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李明也非常的开心说，精油是怎么样来做手工肥皂，可以学以致用。其中安南区凤凰里结合静心生技，开办手工精油皂课程。各种可爱造型的精油皂深受学员喜爱，因为要列为生活上的疗愈，那我们也用成蔬菜啦、金箔啦、柿子，还有我们多肉植物的盆栽。那多肉盆栽都是最多人喜欢，因为它做成盆栽之后呢，它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它可以做一些舒压，或者说它可以做抗菌。因为我们精油皂本身就有抗菌跟那个驱蚊的效果，所以我们当然用绿色的香茅为主轴。在成果展上，也能看到长辈展现活力，跳着拳击舞，也让观众印象深刻。各社区有互相交流，达到交易观摩的目的。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市大人国中长期深耕音乐教育，校内的国乐班在获得音乐比赛特优之后，登上卫武营国家艺文中心音乐厅进行表演，是全国7所中学之一，更是高雄市唯一的代表。对于能够在国家级的舞台演奏，学生也都很有成就感。手指在琴弦上来回波动，学生用专注的神情弹奏着琵琶，古典悠扬的乐声就这样流泻而出。其他同学也一一上来，拿着不同的乐器展现实力。他们是大人国中国乐班的学生，刚在这个月12号登上卫武营的音乐厅，作为高雄唯一代表，在全国学生音乐会上进行演奏。那听说是经过3轮的评审才选出这些代表，所以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哈，就是让在全国音乐比赛这么用心的孩子有一个全市展演的机会，而且是在国家级的卫武营的音乐厅哈，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场地，所以这件事情让师生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感觉非常的荣誉，因为我们是高雄市第1名，而且也只有我们代表高雄市出去演奏，能够作为层层选拔后全国的7所学校之一，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演出，代表这群小小乐手们的努力成果，让师长与父母们也与有荣焉。而谈到上台前的心情，学生们也是既兴奋又紧张，因为之前有去过大东跟卫武，但是还没有去过这么不一样的国家级音乐厅，而且看到了这么多观众就很紧张。因为自己也是有 solo， 然后就是会特别紧张，就是可能手一滑，然后就很大声，因为毕竟就是 solo 嘛。压力蛮大的。对，很大。那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克服这个压力？其实当下还是会紧张啊，但是就是也紧张也不能怎样啊，就是还是要弹啊，就是继续弹下去，就这样。吹奏、弦乐、打击，不同的分组在各自的小房间里，跟随老师的指挥，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所以小小年纪就能克服压力与紧张，在舞台上展现大将之风，也代表音乐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表演，它还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所以从这个历程当中，孩子可以学习自我领导，也学习领导别人。很开心，也蛮意外的啦，因为说实在，其实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可能不会到特优，但是因为可能当下状态是蛮进入的吧，所以就是有得到一个特优这样的成绩，大概就是上台就是最好的。方敬惠校长表示，每次上台都会是最好的一次，是他们的信念。即使过去3年多因为疫情非常辛苦，学生们也都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发光发热。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家福中心的自立青年为安全，在事业有成以后，抱着饮水思源的心情，决定以南台南家福中心为起点，展开长达1个月的走路环岛，双脚将踏遍全国各地的家福中心。而每到一处家福中心，也将捐款1万元，预计10月13号回到台南，明年3月再继续到外岛行走。民国67年接受南台南家福中心帮助的青年为安全，在事业有成以后，抱着饮水思源的心情，决定徒步环岛，展现自己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回馈。
中秋过后，在师兄师姐的鼓舞，以南台南家福中心作为环岛的起点，将展开长达1个月的公益圆梦，预计10月13号回到台南。这个计划其实我很早就有在想了因为最近工作上都还蛮稳定的，然后想要执行这个计划，因为我从小就在家福中心接受他们的帮助，然后之后我国小6年级的时候去仁爱之家深受政府的帮助，还有各县我们县市的里长，然后帮我们介绍去家福跟仁爱之家，我心里非常的感到温馨，也感谢政府的资助。为安全面对这趟徒步环岛行程，他说其实没有特别训练，而且还坚持自己一个人走。虽然会有体力和天候等未知数的考验，不过他强调会靠一份勇气来完成。去环岛的话，我并不会觉得惶恐，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勇气。只要有勇气的话，就算身体不是很健全，很好，但是只要你有这个勇气的话，有这个毅力，我想我一定会完成这个环岛的计划。这是公益圆梦哈。对对对对。为安全事业有成以后，也担任过真善美市指会第29届会长。这回行动也要感谢太太的支持，让他无后顾之忧。而且明年3月还要继续到澎湖、金门和马祖3处外岛的家福中心，用双脚走出全台感恩之路。记者顾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2022台南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在义载京城盛大登场，邀请到5个国家的6位声乐家，在120分钟献唱23首的经典曲目，整个演出可以说是毫无冷场。意大利女高音与乔治亚女高音诠释德里伯拉克梅里的花之二重唱，可以说是默契十足。I am very, very happy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Yes, Taiwan people, you are great people. 我爱台湾。2022台南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邀请到来自意大利、乔治亚、墨西哥、德国、巴西共5个国家的6位声乐家，将呈现23首经典歌曲，歌剧《拉克美》中的《银铃之歌》，另外还有轻歌剧《微笑之国》。艺术性音乐剧《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城故事》等知名经典曲目。我这一次很高兴我制作了这个节目，我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很跨领域的，就是说我们把很多很经典的古典经典名曲，艺术性很高的之外，我也加入了1/3的音乐剧的曲目。这次的演出在义载京城登场，将古迹变身成舞台，将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台南国际音乐节还有许多精彩活动，喜爱音乐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白色的盐巴染成各种颜色之后，一层一层的堆放在玻璃瓶里，就会形成漂亮的图案。高雄市左营区合群社区关怀据点里，志工就教长辈用蜡笔切成碎片，将盐巴染色，堆放在淡中淡的玻璃瓶里。做法很简单，成品又很漂亮，长辈都觉得很有成就感。长辈用手指在纸盒里把盐巴搓一搓，白色的盐巴慢慢变成不同的颜色。原来是志工事先在盐巴里放了蜡笔切成的碎片，盐巴和蜡笔碎片掺在一起就变了颜色。还可以的，还可以，这是训练这2只手的那个
那个力气啦，摸起来很过瘾呐。哦，那盐巴哈，这个盐巴变成软的了。蜡笔先削那个一片片的或者是小小的屑，蜡笔跟盐巴要搓揉均匀，颜色才吃进盐巴里面。5种颜色的彩色盐巴做好了，志工发给每个长辈一个鸡蛋形状的玻璃瓶，然后教长辈把彩色盐巴一层一层的多放在玻璃瓶里，玻璃瓶马上出现像晚霞般的图案，非常漂亮。最后在上面放一颗弹珠，就成了彩盐蛋中蛋。5种颜色自己配，自然的配，你爱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我很满意，很漂亮。我打了100分，做了很多个这种劳作，只有今天这个最简单，不需要志工帮忙，当然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了。造出来的会意想不到的那个色彩上面的形状上面的都很出乎意料的喜欢。漂亮好看，把盐巴搓一搓就变了颜色，长辈都觉得很神奇了。再把彩色盐巴随性的堆放在玻璃瓶里，图案怎么放又怎么好看，长辈都说这一次的手工艺很简单又很漂亮，激发起更多手作的兴趣。他们能够达到一个肌耐力的训练是最棒的，所以我们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包括他们的今天做的一个蛋中蛋的东西，都是他们从一手慢慢这样子做出来的，整个成品都是长辈自己完成的，所以他们在当中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乐趣。这个蛋中蛋原本是放在明月礼盒里装红蛋的，志工把它运用在彩盐作品上，一样放进一颗弹珠，让彩盐蛋中蛋的作品多了一个分享喜悦的意义。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有着古典欧式氛围的城市概念店，与台湾刀剑大师陈远芳合作，将有着西方元素的天地神风系列作品放在店内展示。透过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因为有同样特殊的金属工艺，有着古典欧式氛围的城市概念店，特别与台湾刀剑大师陈远芳合作。陈远芳大量吸取欧美刀剑制作的概念，将有着西方元素的作品放在店内展出，与店内的风格相互辉映。自己的本业也是在做金属钣金，那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合作，就是说金属跟金属之间有怎样的一个碰撞。那陈远芳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刀剑的工艺老师，那我们呢本身就是以设计跟艺术把它带进我们的 tableware。在展出的作品当中，这把亚瑟王剑最吸引大家的目光。原本只是西方的传说，透过故事内容的记载，再加上高超的技术与想象力，陈远芳成功将传说化为现实。亚瑟王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欧式建筑非常的像。它其实是用陈远芳老师是用台湾的工艺，然后去做出欧式西式的这样子一个尊贵的一个象征。那我们把这一把亚瑟王剑呢，它代表着尊贵，然后权力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主位。那旁边还有尊贵的路易13彰显着。这次也特别与知名的艺术家王庭宇合作，首度推出运用科技设计的拓荒牛，以 3D 列印技术制作而成，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完成之后再镀上 24K 金，打造散发金色光芒的金箔牛。不论是陈远芳的刀剑工艺，或是王庭宇的金牛作品，都让观赏的人看到金属创作的各种可能。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现代人讲求健康，坊间的健康餐盒选择也越来越多。如何补足一日所需的营养，好好吃饭，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而在高雄有一间无论是网络上或是实体店面都非常受到欢迎的健康餐盒，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手指在琴弦上来回拨动，学生用专注的神情弹奏着琵琶，古典悠扬的乐声就这样流泻而出。其他同学也一一上来，拿着不同的乐器展现实力。他们是大人国中国乐班的学生，刚在这个月12号登上卫武营的音乐厅，
作为高雄唯一代表，在全国学生音乐会上进行演奏。那听说是经过3轮的评审才选出这些代表，所以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哈，就是让在全国音乐比赛这么用心的孩子有一个诠释展演的机会，而且是在国家级的卫武营的音乐厅哈，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场地，所以这件事情让师生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感觉非常的荣誉，因为我们是高雄市第1名，而且也只有我们代表高雄市出去演奏。能够作为层层选拔后全国的7所学校之一，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演出，代表这群小小乐手们的努力成果，让师长与父母们也与有荣焉。而谈到上台前的心情，学生们也是既兴奋又紧张。因为之前有去过大东跟卫武，但是还没有去过就这么不一样的国家级音乐厅，而且看到了这么多观众就很紧张。因为自己也是有 solo， 然后就是会特别紧张，就是可能一手一滑，然后就很大声，因为毕竟就是 solo 嘛。压力蛮大的。对，很大。那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克服这个压力？其实当下还是会紧张啊，但是就是也紧张也不能怎样啊，就是还是要弹啊，就是继续弹下去，就这样。吹奏、弦乐、打击，不同的分组在各自的小房间里，跟随老师的指挥，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所以小年纪就能克服压力与紧张，在舞台上展现大将之风，也代表音乐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表演，它还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所以从这个历程当中，孩子可以学习自我领导，也学习领导别人。很开心，也蛮意外的啦，因为说实在，其实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可能不会到特优，但是因为可能当下状态是蛮进入的吧，所以就是有得到一个特优这样的成绩，大概就是上台就是最好的。方敬惠校长表示，每次上台都会是最好的一次，是他们的信念。即使过去3年多因为疫情非常辛苦，学生们也都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发光发热。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长邦，我们下次再会。